62岁月亮歌后李佩金因脊椎手术失败导致下半身瘫痪，坐轮椅近40年。今早6日，他突然在脸书上留下多篇疑似遗书的留言，公开表示我要离开你们了，决定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引发关注。没想到最新消息指出，李佩金因为吞食不明数量的镇静剂，被送往内湖3总急救，所幸目前意识清楚，生命迹象也正常。台北市议员殷晓薇服务处证实了这个消息。李佩金今天清晨陆续发了多篇贴文向大众道别，写下包括亲爱的朋友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我要离开你们了。所有的痛苦会结束，我先走了，我决定到另外一个世界，也许那时候就没有痛苦。再见了，爱我的人，我要离开你们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。等字句。担心李佩金有轻生念头，殷晓薇急着找人，并联络局协助。据《中国时报》报道，李佩金吞食了不明数量的镇静剂，被送往内湖3总急救，所幸目前无生命危险。据苹果报道，殷晓薇表示，李佩金这些年来饱受脊椎痛苦，尽管有吃药，但药物却无法控制所有的状况，有时发病他甚至会痛不欲生，咬牙切齿。再加上常年有经济困难，领到的政府补助不多，都让李佩金多年来心情低落。殷晓薇呼吁各界关心资深艺人，也给他们演出的机会。他强调，李佩金从不开口向人借钱，他要的是的关心与演出的机会。